锅里还有鸡蛋糕，拿出来吃。哎，你别说，它搭配的还挺营养。教吧，是不是还行啊？哇，这早饭这么吃也挺巴适啊。哇，真行啊！我洗衣服还行，早餐这一块还行。这我能吃吗？这玩意儿？这你别吃，你别吃，有的你不能。它这壳都油煎的，可脆了。哎呀妈呀！我跟你说，你不吃你都后老悔了，你快尝尝吧。我喜欢吃煎过的，这玩意你又不能吃了，这挺贵。整个鸡蛋。我每天运动量够，我能吃。漂亮啊！还新鲜一片啊！哎呀，你别吃了，行，快吃吧，吃完上班去。那好复杂的味道，真爽。不是，开瓢。小弟妹儿，你体重多少来着？标准体重100斤。哪有男生问你啊？你你一条大腿100斤吗？你100斤。过2天他俩体检超完你跟去啊，我们绝对不信，这是虚假谎言， 100公斤呢。